謝盈萱一見秦漢就哭自嘲老公太歲合理嗎？記者黃思穎，台北報道劉若英首部編導的 Netflix 原創華語影集忘了我記得今24日曝光超強卡士篇幕後花絮，編導分享選角幕後趣事，他大方告白秦漢大哥一直是我心中的帥氣男神，他太有趣了，我覺得他就是我的樂巴，也盛讚謝盈萱魅力十足，我真的很幸運能夠找到謝盈萱。談到邀請霍建華飾演女主角的丈夫時，謝盈萱得知後整個人緊張了起來，自嘲如果你找的兩位男生秦漢、霍建華都這麼帥，那女主角這樣合理嗎？這次是劉若英首次擔綱影集編導，與金馬影帝秦漢首度合作。秦漢在劇中飾演謝盈萱的父親程光齊，他大讚謝盈萱非常認真，他真的很努力想把角色演好。真的，我不是拍你馬屁啊！謝盈萱笑回，你怎麼知道我在想什麼？他也回敬一記真誠誇讚，爸爸演戲也很認真，沒有人可以讓我看到他沒幾眼，眼淚就一直掉。劇中秦漢所飾演的父親童心未泯，行為跳通，被謝盈萱戲稱是外星人老爸。他笑說，戲裏面寫說他是相信外星人，他本人真的相信你。更形容秦漢可愛的不得了，拍完戲之後，整個劇組的人都愛上他了。秦漢也坦言自己對 UFO 十分感興趣，與角色程光齊如出一轍，兩人受訪時被要求展現開心的樣子。秦漢突然大喊開心，嚇得謝盈萱笑說神經，我被嚇到。秦漢則俏皮回擊傻瓜，互動笑料百出。在劇中飾演謝盈萱閨蜜的周采詩與劉品言，兩人也分享對謝盈萱的觀察。周采詩表示，她雖然安安靜靜，沒什麼在講話，可是她臉上表情超多的我就會一直盯着她的臉，想說她此時此刻不知道在想些什麼。劉品言則透露，謝盈萱本身老實說是滿慢熱的，我其實跟謝盈萱以前都沒有合作過，可是突然間熟了之後，他就會傾囊而出他全部的故事，跟他全部的情緒起伏。而和謝盈萱飾演夫妻的霍建華，直呼這次非常榮幸受到編導劉若英的邀請。他在花絮中與謝盈萱對戲互動自然，歡笑滿滿。霍建華還俏皮地偷在謝盈萱頭上比 air， 並表示奶茶導演一直是我們都很欣賞的，不管是演員、歌手、導演，我覺得非常榮幸，也很開心，然後又可以跟盈萱一起合作，對我來講是一個滿新的嘗試。該作將在2025年5月23日於 Netflix 全球獨家播出。